多謝大家點開呢條影片啊！咁我哋就已經由上一集嘅京都搭新幹線返嚟博多啦。今集我哋會去埋呢次旅程嘅最後兩個地方，雙崎宮同埋豪斯登堡，然後仲會介紹一間方便嘅牛腸鍋餐廳。首先，好開心可以又再住返呢間熟悉嘅博多都酒店。咁呢度上年嚟嘅時候都已經有介紹過，今次都冇咩唔同，所以就唔重複啦。但係唯一要特別影下呢度，上年住過嘅兩間房都係望另一邊嘅街景，而今次呢，終於可以望住博多站呢邊啦，真係覺得好正啊！每次嚟到日本，總係中意安排一啲參觀神社嘅行程，而今次嚟到嘅呢一個雙崎宮，佢作為日本三大八幡神社之一，擁有住深厚嘅歷史背景。咁話說，就喺古時有一位叫做龜山上皇嘅天皇，曾經喺度祈願敵國降服。大家睇到而家呢個樓門上嘅牌匾，就係臨摹當時天皇寫嘅墨寶而做出嚟噶啦。由嗰陣時開始，後世嘅日本武將都紛紛嚟到呢度朝聖，就連豐臣秀吉都曾經嚟呢度參拜過噶。最有代表性嘅一個傳說就係，當年元寇入侵，出現咗一陣擊退蒙古軍嘅神風。據說就係雙崎宮嘅神蹟，所以直到依家好多運動員都會嚟呢度參拜，祈求勝利。不過我就係被呢一間神社嘅另一個特色吸引嚟嘅，就係去前面呢一個御守洗道洗錢啦。原來有其他客人早我哋一步喺度霸咗位咯，真係識嘆啦！喺呢一個神奇嘅小角落度，只需要將硬幣放入竹籮裏面，用御神水洗一洗，就能夠提升金運㗎喇。然後喺洗錢旁邊嘅一個地方，欄杆圍住入邊嘅呢啲叫做湧出石，聽講話摸下呢啲石頭，運勢就會湧出嚟㗎喇。咁嚟到當然就要摸返幾下，祈求幸運之神多多眷顧我哋啦。然後就嚟睇下呢度賣嘅御守啦。啲主題多數都係以運氣為主，我哋都買咗一個，想睇下抽唔抽到代表呢度嘅樓門。結果就抽到啱啱使錢嘅竹籮。一定係神明知道我哋啱啱使過錢，俾呢個我哋拎返去留念啦。去呢個神社嘅交通亦都好方便嘅啫，由博多站出發，可以搭 JR 兩個站去到雙崎站，或者搭地鐵轉藍色線去到雙崎宮前。我就揀咗搭地鐵，一來因為藍色線冇乜遊客，啲站嘅人都比較少，整體嚟講會舒服啲。二來，地鐵嘅雙崎宮站同神社嘅距離比較近，而且呢一條路線係通往雙崎宮嘅表參道。雙崎宮雖然係福岡好有代表性嘅一個重要歷史文化景點，可能因為作為旅遊景點嚟講冇乜人介紹過，所以目前都係一個冇乜遊客嘅地方。如果想避開人群，遠離煩囂，撇除一啲祭典日子，呢度會係一個理想嘅地方。純粹當嚟呢度吸收客分多精都唔錯㗎。返到嚟我哋間酒店，今晚終於可以試到福岡名物牛腸鍋啦。間餐廳就喺樓下，非常方便。呢一間喺博多站商場嗰邊都有分店嘅，不過呢間就會相對少人啲。而且雖然 Google 標記咗佢係冇無障礙入口，但我實測後發現輪椅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套餐裏邊嘅生馬肉刺身，我哋都唔係太欣賞。食完呢餐就終於明白點解網上對於牛腸鍋嘅評論會咁兩極啦。佢嘅好處在於佢嘅牛油味真係好濃厚，令到所有配菜都好重牛油香。但係牛腸本身嘅肥膩感始終都避免唔到，所以就未必個個人都識欣賞啦。
The next day. 今次旅行嘅最後一站，我哋就會去到豪斯登堡。好感恩呢一日都有好嘅天氣。呢度都簡單講下交通嘅問題先。一般人可以坐豪斯登堡號就可以直達，或者搭呢架6號轉一個站就可以到。兩種方法都好方便，但係可惜豪斯登堡號係冇輪椅位嘅。至於6號，亦都唔係每一格都有輪椅位，而有輪椅位嘅班次，佢啲時間都好奇怪。例如要好遲先出發，但係好早就要回程，而且係需要另外去揾列車公司先確認得到邊一架車有冇輪椅位，大大增加咗安排行程嘅難度。但係唔用呢兩種列車嘅話，就需要中途轉換好多次車，唔單止會複雜好多，亦都會用多咗好多時間。所以對於呢度交通嘅無障礙配套係有少少失望嘅。最後我哋為咗實現呢個行程，都係揀返最簡單直接嘅包車，但係園區內嘅無障礙配套就非常之完善啦。輪椅嚟到基本上都冇乜嘢需要擔心㗎啦。咁呢一度就係一個以荷蘭為主題嘅主題公園啦。佢嘅面積就係全日本最大嘅，有成2個東京迪士尼咁大㗎。園區主要就係呈現返17世紀嘅歐洲街景、運河、風車同埋城堡。最大嘅特色就係周圍都會好多花，而且無論四季都會有唔同嘅花展。咁如果同迪士尼同埋環球影城對比嘅話，我覺得佢係冇咁偏重於遊樂設施，但係更加適合人用比較悠閒嘅步調去感受呢度異國風情嘅魅力嘅。可以睇得出佢周圍嘅佈置都真係好用心，真係好適合散心嘅一個地方。因為個園區真係好大，除咗可以選擇自己行同埋租單車踩之外，亦都可以選擇搭呢種接駁巴士，同埋呢啲接駁船。船同巴士、輪椅都可以上㗎。我哋今次就冇搭到巴士，選擇咗搭船。雖然嚟之前已經睇咗資料，話輪椅都可以上船㗎啦，但係大家都知旅行難免會有時有啲意外啦，所以實際上賭船嗰下都真係好開心啊！呢架船其實都充當埋觀光船㗎啦，喺度沿途都可以好寫意咁樣欣賞到園區嘅一部分風景。我哋嚟到高塔城呢度就落船，塔頂嘅觀景台可以俯瞰成個豪斯登堡嘅景色，亦都可以望到長崎嘅其他地方。好快就去到夜晚啦。豪斯登堡夜晚嘅燈光景色，亦都係呢度嘅賣點之一。每個區域喺燈光嘅襯托之下，又會變咗做另一幅好靚嘅風景。不過我哋都已經行咗成日，亦都唔夠時間，所以就冇再周圍去啦。主要就去咗睇呢個好有代表性嘅旋轉木馬呢度。呢個由意大利打造嘅3層旋轉木馬，有15米高，全世界只係得3座㗎咋。而呢一個係目前最大嘅一座，而且係全球唯一夜晚都可以玩嘅一座添。現場見到真係有一種夢幻嘅感覺㗎。好快就已經嚟到最後一個節目，呢個1日嘅偽歐洲之旅都到咗尾聲啦。真心鍾意呢個地方。其實我哋淨係行都用咗大半日，仲有好多參觀同埋表演嘅設施都冇去到，有啲可惜。
我覺得豪斯登堡真係值得俾一個全日佢，或者直頭喺度住一晚，再深入啲好好咁樣探索下嘅。有機會或者下次再嚟啦。隨住呢啲煙花放完，我哋今次嘅福岡京都之旅亦都圓滿結束啦。再次多謝睇片嘅大家，希望將來都繼續有機會喺度分享更多我嘅旅程啦。再見。